你係咪同我一樣，每次去到街市或者超市，見到嗰啲香噴噴、蒸到軟糯甜美嘅當造番薯，就忍不住買成袋返屋企慢慢嗑呢？番薯雖然好食又高纖，但你又知唔知道，原來有4類人食番薯要特別留神，尤其是第4種，好多人幾乎日日都食錯，分分鐘養生變傷身啊！今日同大家講個真人真事，我位朋友嘅屋企人，一位70多歲嘅伯伯，平時極度注重養生。每日早晨都一定蒸一條紫薯或者黃心番薯當早餐，佢諗住咁樣高纖又排毒，點知食咗大概大半年，突然間覺得個人非常疲倦，甚至有啲心律不整、手腳發麻嘅情況。去到醫院一抽血檢查，先發現血液裏面嘅鉀離子指數高到嚇死人。醫生一問之下，先知原來伯伯本身腎功能已經有啲退化，但佢日日咁樣大劑量食高鉀嘅番薯，結果造成咗高血鉀症。呢個故事真係俾咗我哋一個好大嘅警醒。番薯雖然係公認嘅健康超級食物，但如果食得不當，或者你嘅體質根本唔適合大口咁食，呢啲所謂嘅養生佳品，隨時會變成損害你健康嘅隱形殺手。首先我哋嚟講第一類要特別注意嘅人，就係腸胃功能比較弱，或者平時好容易胃酸過多，有胃食道逆流嘅朋友。好多人以為番薯好消化，食多啲可以促進腸道蠕動，但其實番薯裏面含有好豐富嘅單糖同埋澱粉質。當呢啲成分進入到我哋嘅胃部之後，會刺激胃酸大量分泌。如果你本身已經係嗰啲平時成日心口灼熱，俗稱燒心，或者成日胃脹氣嘅體質，一空腹食番薯，嗰種胃酸倒流嘅滋味真係非常難受。而且番薯裏面嘅氣化酶喺我哋腸道裏面發酵嘅時候，會產生大量嘅二氧化碳氣體。你想象一下，你嘅胃本來就已經發緊炎或者胃酸過多，再加埋呢啲不斷膨脹嘅氣體，成個肚子就會鼓到好似個氣球咁，不停打嗝、放屁，甚至引發劇烈嘅腹痛。特別係對於一啲50多歲或者60多歲，腸胃蠕動已經開始減慢嘅中老年人，如果一餐食得太多番薯，甚至會引發急性嘅胃脹同消化不良。第二類要極度小心嘅就係糖尿病人，或者需要嚴格控制血糖嘅朋友。呢度好多人有一個好大嘅誤解，以為番薯嘅升糖指數比起白米飯低，就可以放心大口咁食，甚至攞嚟代替正餐。呢個觀點其實只係講對咗一半。番薯嘅升糖指數確實比起精製嘅白米飯或者白麵包要低一啲，但佢始終係高碳水化合物嘅食物，特別係依家街市賣嘅嗰啲品種，例如日本嘅安納芋、紅冬或者本地好受歡迎嘅蜜糖薯，嗰種甜度簡直好似直接食糖一樣。如果你一餐食咗1-2條大番薯，你吸收到嘅總碳水化合物同熱量，隨時比起你食2碗白米飯仲要高。更關鍵嘅係你嘅烹調方式。如果你係食烤番薯，喺高溫烘烤嘅過程裏面，番薯裏面嘅澱粉會進行充分嘅糖化反應，升糖指數會即刻飆升到接近80多到90，呢個數值已經同你直接飲糖水冇咩分別。對於一啲30-40歲或者50多歲嘅2型糖尿病患者，如果每日下榻嗰陣烤一條香噴噴嘅蜜糖番薯當茶點，你嘅血糖波動一定會好似坐過山車咁。長期落去，對血管同胰島素敏感度係極大嘅傷害。第3類要留神嘅就係我剛才提到嗰個案例裏面嘅主人公，腎臟功能不全或者有慢性腎病嘅朋友，呢一類人往往最容易忽略番薯嘅危險性。番薯係一種非常高鉀嘅蔬菜，每100克嘅番薯裏面，鉀離子嘅含量可以高達300多毫克。對於一個健康嘅成年人嚟講，多餘嘅鉀離子可以好輕易咁通過腎臟跟隨尿液排出體外，甚至有助於降血壓。但係對於腎功能已經出現衰退，甚至係需要洗腎嘅病患，佢哋嘅腎臟過濾功能已經大打折扣，根本冇辦法及時將過多嘅鉀離子排出體外。當體內嘅鉀離子積聚過多，就會引發高血鉀症。高血鉀症喺初期可能只係覺得全身無力、肌肉酸痛或者手腳麻木，但一旦指數飆高，就會直接影響心臟嘅電位傳導，導致嚴重嘅心律不整，甚至引發心臟驟停。呢個係可以直接威脅生命嘅。所以如果屋企有60-70歲以上腎功能比較差嘅長者，食番薯之前一定要經過醫生或者營養師嘅評估，或者將番薯切塊穿水，利用水煮嘅方式流失一部分鉀離子，而且絕對唔可以過量。最後我哋嚟講最關鍵，亦都係最多人日日都食錯嘅第4種情況。呢種情況唔單止局限於某一類特定疾病嘅病人，而係成千上萬以為自己好健康嘅普通人，日日都在犯嘅錯就係將番薯當成蔬菜或者零食，喺餐後或者宵夜大口食，而且連皮帶黑斑一齊吞落肚。
好多人完全搞錯咗番薯喺飲食結構裏面嘅定位。番薯喺營養學上面根本唔係蔬菜，而係主食，係澱粉類食物。好多上班族或者老人家平時食完一整碗白米飯、菜同肉之後，覺得番薯甜甜地好健康，又喺餐後蒸一條番薯當甜品食，或者夜深人靜11、2點嗰陣，覺得肚餓又怕發胖，就去烤一條番薯當宵夜。呢種食法簡直係健康嘅大敵。你喺原本已經足夠嘅熱量之上，再疊加大量嘅碳水化合物，長此以往唔單止會導致脂肪肝同肥胖，更加會讓胰島素長期處於高壓工作狀態。仲有更危險嘅一點，好多人喺街市買番薯，見到番薯皮上面有啲黑色或者褐色嘅斑點，以為只係泥土或者普通嘅表皮瑕疵，洗一洗煮熟咗就咁食落肚。呢個做法極度危險，呢啲黑斑好有可能係受到黑斑病菌污染所致。黑斑病菌會產生毒素，例如番薯酮同番薯酮醇。呢啲毒素就算你用高溫蒸、煮或者烤，都係完全冇辦法被破壞嘅。如果你食咗帶有黑斑嘅番薯，輕則會出現噁心、嘔吐、腹瀉等食物中毒症狀，重則會損害肝臟功能。所以買番薯嗰陣一定要仔細檢查，如果發現表皮有黑斑、發霉或者有異味，千萬唔好因為惜物而削掉一部分繼續食。整條番薯其實都已經被毒素滲透，一定要即刻扔掉。既然講咗咁多禁忌，係咪代表我哋以後就唔可以食番薯呢？當然唔係。番薯裏面含有豐富嘅膳食纖維、胡蘿蔔素、維他命丙同埋微量元素，只要你食得對，佢依然係非常有價值嘅養生食材。咁到底點樣食先係最健康、最合乎科學呢？首先，最核心嘅原則係代換法。如果你今日打算食一條大約150克嘅番薯，咁你喺正餐嗰陣就要相應減少半碗白米飯或者半碗麵條嘅份量，將番薯真正作為優質碳水化合物嚟取代精製澱粉，咁樣先可以控制總熱量同血糖嘅穩定。第二，喺烹調方式上面，盡量選擇蒸或者煮，避免高溫長時間烘烤。蒸番薯可以最大程度咁保留裏面嘅水溶性維他命，同時升糖指數比起烤番薯要低得多。第三，食番薯嘅最佳時間係早餐或者午餐，因為我哋人體喺白天的代謝比較旺盛，有足夠嘅時間去消化番薯裏面嘅複合碳水化合物同纖維素。如果喺晚飯之後或者宵夜食，腸胃喺休息時間仲要辛苦運作，就非常容易造成胃脹、氣同脂肪堆積。最後，食番薯嗰陣最好配搭一啲優質嘅蛋白質同健康嘅油脂，例如配一杯無糖豆漿、一隻水煮蛋或者一啲綠葉蔬菜。蛋白質同油脂可以進一步延緩胃排空嘅速度，讓血糖上升得更加平穩，同時亦都可以減少胃酸過多帶來嘅不適感。飲食養生從來都唔係盲目跟風，唔係聽到人哋話某種食物好就日日食、過量食。每一個人嘅體質、年齡同身體狀況都完全唔同，了解自己嘅身體，懂得避開飲食陷阱，選擇最適合自己嘅食法，呢個先係真正嘅健康智慧。希望今日嘅分享可以幫到大家，喺享受當做美食嘅同時，亦都可以食得安心，食得健康。